上你要特登去到2萬5嘅時候，加上上面有啲老屎忽頂住嘅話，其實基本上冇可能咯。唔得啊，好辛苦咯，淨係屋租啊、燈油火蠟啊、食飯啊，好多嘢噶嘛，唔得啊。電腦嘅翻啲文員咯，會所咯，珠寶啦，做行政助理嗰啲。自己一個人唔使俾家用嗰啲都夠用。如果生活就 OK 嘅，但係如果要供樓就我諗啱啱好啦。如果自己出嚟住嘅話就好難，即係同屋企人住，起碼屋企人分擔下屋租嗰啲咧，就叫做啱好生存到咯。生存可以咯，生活唔可以咯。淨係屋租啊、燈油火蠟啊、食飯啊，即係如果有埋細佬哥嗰啲家庭係好辛苦啊，2萬蚊。如果有冇帶飯嘅話，有時晏晝啊、夜晚都要食嘅話，基本上其實嗰度都已經使咗幾千蚊。我覺得睇你咩專科咯，因為我之前讀幼教嗰啲，咁其實起薪點都真係2萬5，但係我覺得睇你自己適唔適合咯，即係你人工對應翻你嘅工作量咯。咁其實大家經濟唔係咁好嘅時候，其實有好多工一出嚟，實你唔係真係做醫生、護士嗰啲，其實可能都係得15000、16000咁樣啦，啲文職咁樣。咁基本上你要特登去到2萬5嘅時候，加上上面有啲老屎忽頂住嘅話，其實基本上冇可能。